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。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。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今日雅集在论道，也说说人君如何为人。何为人？仁慈仁义，当然是有慈有义者为人。为其义尽，然后仁之。好一个为其义尽！小女子不做人情，但知何为不仁。好，那你且说说何为不仁？弃礼者不仁，丧志者不仁，负义者不仁，狭隘者不仁，私欲者不仁，虚伪者不仁，滥杀者不仁。天地不仁，圣人不仁，视万物百姓为刍狗者不仁。仁者爱人，人皆敬之；不仁者害人，人皆诛之。如今天下不仁者何人？我等一人在泰山共获兴利，没想到竟被此人任意剥夺。邹阳，你个无耻老儿！宗师，如此这般，也能算得上是人吗？你要反不成？口假仁假义，施行于天下一人，必须要斩！混账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是谁干的？周阳虎名为天下苍生，一个看得无厌7万众人的卑鄙小人！仁者爱人，人皆敬之；不仁者害人，人皆诛之。是。人皆诛之！人皆诛之！诛之！人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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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诛之！哼！快出神殿！
们知道老夫这些日子吸了多少心力异能吗？我的底牌，你们不知道。小心，他在吸取心力。我所用。不久前，蓝府书房，某位姑娘赠予学生一些东西，学生将其夺成，也是要配合此意的代价。哎呀！学生研习了长虹笔录，知道些克制五色石的方法，不妨在宗师身上一试。我不果然看到。忘恩负义，老夫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此时竟然在他身上！暗象回族！以我屠主！宗阳吸了大量的异能，威力大增，我们只有出奇制胜。这次我们以己之矛攻己之盾，这不都试过了？我用定元珠稳住宗阳，蓝鱼用战火瞎泽，利用火腾科异能的源头，刷新突入我的立场，一举击杀宗阳。
我从不提前部署。我一直对兄妹情深，若怪老夫动手必杀。你若想退役，无需在我面前。田忌师兄以身殉道，我们都看错的。里边有机密室，放着还未完成的星王武器。好熟悉的感觉，让我看看。好像记得有一扇门是兰府书房的密室。莫玄姑娘，请。是秦泽告诉你我叫莫玄。是他告诉我的。袁采薇，你不是流言回新阳了吗？周天行不为邹阳效力，为何总跟着杜若？他喜欢杜若，杜若也喜欢他，互相喜欢。杜若有何异能？他能看到星力流向。你会帮我看住菊子，让他看住。那守住。是火瞳。长虹书简有记载，火瞳可阻断和转移星力。很好。若是这样，他也能支配蓝月。不好，得赶快告诉天星哥哥。未有之变局啊！堂堂汝南，竟要落进不起眼的新阳元氏之手，好一个厉害女子！真是想不到，一人多亏抢了袁采薇，恐怕留给你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没想到震惊新阳元氏，就好生答应我一今日切齿必能嫁入这王家。那便死吧！
呀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新阳元氏族长吗？我这正想与您共举大事呢。今日来此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还你。王氏羞辱于我，让我嫁个死人，胡诌，竟要我陪葬。蔡薇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此事事关王氏各族，只不过是走个过场。要不是我，恐怕你们新阳元氏早已覆灭了。蔡薇，我为你心忧之情。假如那晚在河边之约，没想到吧？我这金光强在，累死你们，无奈我何？阿泽，保存体力，伺机而动。这就只吃罚酒，纵然你得了鲁南所有势力，拿不下我王氏。王兄，你还藏了这好手，今天，索性就在我府上做个了断吧。今日和王兄并肩，实乃不输的。还不快动手！混蛋，疯了吗？蔡薇，难道你也有异能了？不错，我使用心力的机会，就在我现在灭了前。归。